来关心高雄的消息，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敢有要确定请假走这个大选啊？有消息讲啊，韩国瑜伫10月16日高雄市政会议后，就会宣布为10日开始请假，开始呢专心拼大选。市长的职务呢是由副市长叶匡时代理，后来为高雄出发，全台走透透，拍一场非典型的韩式的大选的选战。不过韩国瑜本人透早对这个问题，依然无想要加讲。用手上的选票。 七八暗时，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上北参加工商界天寒后晚会，不少国民党的大佬拢参加。伊痛骂执政党第四完，媒体要问伊是不是请假拼选战已经离开。即马有秘密媒体写出韩国瑜一定10月15高雄市政会议了后，宣布对10日开始请假投入总统大选，市长职务由副市长叶匡时代理。全国竞选总部11月伫高雄成立，完成党内整合了后，所来对高雄出发展开全台22关区的秘密土地之旅，最后3个月拍一场韩式风格选战。 有关于请假的讯息部分呢，我们一旦确定就会再跟外界做说明。但是我们也强调，县市首长请假肩上的责任对城市的责任并不会停。下早参加全运会授旗仪式，韩国瑜维持闪避的态度，是不是要请假呢？伊无愿意正面回答。